新闻头起身来关心到，前几日家人有人驶火车弄入去八斗分住所，造成一个警员死亡，一个警员受伤。即马经政署是下令全国的警察机关拢要加强安全防护。伫咧发生案件的即个八斗分住所，因是伫门口有采一座2栋重的红门土角来挡咧。因若伫咧台南，较晚大路边的遮个派出所，有诶就先用巡逻车砸伫咧门卡口。毋过，因为花莲的结案分局门口的位无够通好停一只巡逻车，所以就干那停3只警用奥多拜。巡逻车慢慢挖去，车尾离大门差不多1公尺，停伫派出所的头前，加强维护驻地警力安全。台南市警局算出挖近周边道路43间派出所，先用警车停动应变，及时有效阻绝考量，于3月1日通报各所，以巡逻车预置驻地前方作为缓冲。发生冲撞事件的家人八斗分住所门前是放一个2栋的红毛土石墩来阻挡。花莲嘛因应警政署的通令，无防护措施的警所先用巡逻车挡伫门前。啊，毋过结案分局头前敢若停3台警用机车，引起安全性的质疑。考量分级驻地前方空间纵深不足，不便将巡逻车直向停放，故在巡逻车全数出勤时，改以警用机车作为主材。啊，毋过市区内道路也是市区警局建筑物的空间不足，巡逻车无法度停，汽机车也有可能因为冲浪引起火灾。各地警局研究加装某字形的杠梁，也是防浪管、石杆帮诸如此类，或者是像那个一个铁杆子这样之类的，阻在那个警察局的前面，这样阻挡就有人这样直接冲撞过来。市区里面就当然做一些防护措施啊。警察同仁也是啊，也是要安全为重。其实最近10年已经发生至少4件冲浪案。2021年有民众身体无拄好，冲入去桃园交通中队；2016年屏东的民众不满处地冲浪交通队。最近一件是2022年南口文林派出所去互啉酒赛车民众冲浪。到底安怎兼顾执法人员的安全，加民众办公报案的便利性？警政署爱赶紧提出解决的方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